台湾漫游录，台湾漫游录是杨湘子的作品，啊，敢若是已经要变做戏出啦。听讲，去年2025年12月啦，已经有得到同意，然后后续应该开始就在拍片了，对吧？当然，有人写剧本，有人找演员，啥，啊，这当然毋是简单的代志，吼，毋是今仔日讲好，明仔就完成的。这凡是一两年吧，我无确定，总是真期待伊会使变做戏出，通互人来看。伊读小说甲戏出总是无相款的啊。好，我就来读即个台湾漫游录，已经读到第9出。第9出菜是菜尾汤，菜尾汤这嘛算一个真特殊的迄个啥一出菜就对了啦。所以我来分享一个啊，咧读的时阵拄到的字词，袂晓读念的时阵，买倒找安尼。当然大部分拢去找台语找啦，啊，则个对照去迄个啥。张荣教授迄个中台字词典安尼，中文甲台文嘛吼，所以我要来分享迄个教典还是啥迄个连结，即首当阵啊，对我来讲连结伤多了后，就全来念去对安尼。好，是有听到声音，敢若有人来啦，啊，毋过有当阵啊，毋知是版本的关系还是安怎，有听声无看影安尼。好，第9出菜尾汤。我有用 YouTube 啦，只是 YouTube 我对无讲介绍，啊，所以就一寡迄个啥，想要分享的画面还是啥，也无法度处理，所以可能暂时一时之间可能嘛是干那迄个啥声音，当然一直以来拢是声音啦，啊，罔听安尼。好，第9出菜尾汤，这好叫好食诶。安那想青山小姐的即个话史吼，最近真罕咧听你讲呢。安尼想起来，敢若嘛是有影呢。因为总是伫咧我要提出即个问题进前，阿千就甲问题解决啦。也毋过还是真意外咧。我从眼神，后来伊讲视线，即个视线当中，我就是看你用啥物角度来看即个状况嘛，对无？当然，迄个表情，我就讲视角咧戏出的表现的时阵，就是迄个眼神到底说去对嘛？啊，照字读视线无问题，眼神还是啥？目前看起来，敢若出现视线这两字，直接读到台语可能嘛准过安尼。我就甲眼神按速记簿啊的笔记，写去到阿千的面里。阿千嘛和我相款，敢是伫咧回想过去的互动咧？就准讲我心肝内有安尼的疑问，面带笑容的阿千，眼前即个面带笑容的阿千，就是和英国相款，互看袂出来头尾哦，看不出端倪。我讲咧，因为即个日本人青山千鹤子就一直认定即个王千鹤拢袂输那迄个啥，滴一个小鬼仔壳安尼。好，来准备来，罔听，角头，端倪角头，美角，鼻曲，鼻目芳，臭破味，线头，头胀。丁宏教授想一个，看不出端倪，所以
端年即个词对台湾人来讲是，即种感觉是不了生分，真正傻无讲到底即个字词是想要表达啥？端年鼻目喙啊，木尾木尾，头长木尾，小可有一个土尾啊，木尾。应该就是类似，感觉我就感觉咱线色而嘛，因为伫即搭遮的就是讲，即个王千鹤安尼，敢若微微啊笑，要毋过即个青山千鹤树煞看袂出来，伊到底是啥物意思安尼？我着不由得感觉眼前即个人，敢若是天才，也是恶魔。无偌久以前，我伫咧本岛过新历年的过年，因为日本人是过迄种新历年嘛，明治维新以后，明治维新进前，日本人嘛是过旧历年，所以因就有一个叫做新正，或者啥新的正月，因就是对，或者啥旧正，因咧去讲的就对了。所以无偌久进前。伫本岛有度过新历年的过年，年尾时啊，剧组阿进连续拍电报，伫咧责备我讲离厝遐尼久啊，阁毋转去，抑毋过内容拢是年菜的菜单，甘露煮香鱼、竹煎煮、菜西米索是菜西，伊迄个啥渍物，迄个日本人嘛是有足侪酱菜啊，日本人迄个酱菜，中文敢若是拢改，互你做啥物腌制类迄个渍物嘛，所以咸大。啊，有人讲酱咸，我会记有人讲酱咸，菜母、菜咸、咸鸡、菜咸、咸鸡，哇！遮就龙教授无想这个是，有腌制物嘛，菜咸咸大。我会记讲是啥物哦，米配，敢若有人是讲米配安尼。好，我迄啲就是米索是菜西，哦，海参，海参迄个是，叫做什么？生海参肠，海参，我真正毋知影，因为感觉海参到底是算食物类还是动物类，我毋知影，因为咱迄个口感就敢若对我来讲淡薄怪怪啊。海参，讲教字读尔，海参，当然海参嘛有人读，海参。土笋，台号做土笋，叫做土笋，土笋哦，台华锁定历史den土笋，是海参、蚵子啊，对吧？个汉字，日本汉字写明太子，啊，明太子，我会记个明太子敢若是虾卵吧？是毋是？虾卵啊，鱼卵啊，伊就甲迄个日本的汉字用入来伫个中文啊，转过啊，真的，鲑鱼子、蚵子、龟鱼子，啊那龟鱼子、鱼板，啊个啥？栗子乌豆、甘薯栗子乌豆、昆布卷、伊达卷，啊个啥？甜粿汤。红豆年糕就甜粿嘛，吼，迄个伊中位一直用这个词，我一直抓袂介准，不愧是啥物货啊？你不愧为什么？无绕开吼，
可能是嘛要讲可能无绕开，还是因为正面负面的讲法，咱嘛无啥相款安尼。会肯定，会肯定，会肯定即个名，会肯定即个名。好啦，应该就是嘛。阿进就是阿进，一声就结着枵婿的生死门啊！有一寡料理伫咧本岛嘛会当食着，却是无地找。尤其青山厝里青山家的独门配方一达卷的玉子烧，玉子烧是迄个两卷嘛，所以伊直接甲汉字、日文汉字当做中文咧用，我感觉即点在书面语毋是袂使啦，只是要读做语言的时阵就会困难啦。尤其青山家独门配方的伊达卷的玉子烧，连我就毋知配方啦。元旦的十子年过年过吼，过年迄个年过，毋过因的年过，或年糕，三怎讲？当然，咱台湾人大部分拢是食甜的嘛，毋过对因来讲，有发粿、年糕、甜粿，就这种讲法嘛。年粿、甜粿，个啥？粿路的粿，这是粿部分。发粿，挺有够笑。甜粿，还是直接读，还是年粿。好。元旦的杂菜煮年粿，想起来就流喙烂，想到就流喙烂。要讲我无怀念故乡，迄是无可能的。但是我也无转去那卡萨去。高登家就特别邀请我做伙食过年暝的荞麦面，我也同款甲伊好咧啊拒绝。当然，咱是讲日本人的大会日是二九暝啦。当然对台语来讲，过年暝二九暝，有人讲迄天也毋是二九，迄天33呢。所以可能有阵直接讲过年暝安尼，或者就是等于是迄一年上尾一天啦，第二天初一嘛，所以安尼讲嘛毋是袂使哩。市公所的李导就担任官方的代表，伫咧年尾时送来一寡礼品。官方就这是个询问，这是个询问。官方是个询问，问我讲，敢有需要年菜，还是温泉旅行？我讲，若是会当安排我去本岛人厝里过年，就上好啊。李导当场就怎目头夹夹，用公事公办的气口讲，这条代志实在是真歹安排。你若无爱去请教王同义，我嘛无问阿千，因为早就伫咧美岛高田夫人来拜访进前，阿千就已经有所行动啊。本岛的新历年是国定假日，大部分的本岛人犹原是过台湾年。昭和14年，也就是1939年的台湾历新年，是差不多伫2月中。迄个时阵，王家会真无用一段时间。
但是新历年的影响无大。阿千安尼说明了后，就用顺文来做结束。新历嘅元旦，青山小姐是想要食什么款嘅内地年菜呢？特别为我煮一寡年菜，是什么心态？我也无想要去探问。甘露煮小鱼，米素洗菜丝，烧煮的香鱼，酒泡乌鱼子，红白鱼板，乌豆，虾仔含鲍鱼，意大羹玉煮烧含甜粿汤。阿千做出澎湃的年菜，我也一困头煮2种年糕汤、年粿汤。炒鱼含鲅鱼，炒鱼含鲅鱼干、鱼脯啦，这可能是鱼脯吧，这是我无确定伊迄个打的程度是到啥。可不讲咱有鱼脯啊嘛，啊因迄我就无确定啊。鱼脯、控汤、放着时的红菜头、白菜头丝，甲伊的五毛香菇含青的红肉鱼，最后才是香甲碰碰的甜粿，用真侪赤沙落煮的红豆，袂输是要甲看保障安尼，甲甜粿嵌入去红豆仔汤内底，这就是甜露的甜粿红豆汤。无论是食恁的年菜便当客啊，真正是年菜盒仔。好，无论是食恁的年菜盒仔，也是食烧的甜粿汤，全部好食甲互人想要哭。倒顶共款，倒顶坐咧做伙食的冻盘，犹原是大食量妖怪。这大食量妖怪进去敢若有一哦壁虎啦，应该是安尼讲。当然啦，这种大食量妖怪是一个词组，啊，这个词组对台语内底来讲，敢若毋是遐尼俗嘅啦呢。所以就是壁虎啦。做伙食好料的伙伴，犹原是拿壁虎的阿千，真乐痛伫咧举伫，然后乐痛举伫大杯啉酒，反正就是大喙食饭，大喙啉啊呢，无任何阻碍，讲起着各种的话题。大食咧骨头点睛，元旦迄天的下早，因都食到变中昼的。我伫咧本岛过一个真美好又搁乐痛的新年啦。要毋过阿千犹原是风歹流量，难以捉摸。坦白讲，以日本人迄种高高在上的角度来看，真正是无法度流量，所以这个是要安怎讲呢？难以捉摸，风歹暗神，可能是安尼，也是风沙无啦。要毋过阿千犹原是风歹暗神。元旦的进前一天，29暝暗顿，我和阿千也食真侪蕎麦面，配料是淮山、虾仔天妇罗、
遐甜不辣哦啊，青鸡卵含鱼板，咁要赶死人，寒气侵入厝里哦。伊新历12月上尾一天是有当阵嘛，大部分都是真寒啦，啊有当阵嘛无遐寒。寒人的时，甲烘炉拆起来，伫烘甜粿，烘甲膨起来甜粿，混一寡黄豆粉含土豆粉、细米仔布，也烘糯米。甜粿烘咧，混豆油，用糯米甲包开，倒手换正手，哪食哪化烧。哦，迄个动作嘛，真趣味啊！哪食哪化烧，倒手换正手，哪食哪化烧。要翻点进前的烘炉前，阿青的面是红烘甲红红，啊若目睭有淡薄仔温暖的光美，浅浅的酒窟仔点睛，又搁甜蜜，就总讲是安尼。当我煞来继续问讲，啊若亲像安尼，敢毋是就是朋友啊？阿青就敢若笑笑的讲：你啉酒醉啊啦，请好好啊休困，转互我一个碰饼食。啊，这敢毋是就是人咧讲的？看到敢若咧头前，忽然间佫袂输咧后壁，暂时在前，忽然在后。新年的过期过了后，我和阿千就搁重新继续温泉旅游的行程。头一天下早坐车去鸡人，伫咧鸡人车头附近的新城馆的剧场放青春期的电影。电影放煞了，和鸡人高中女学校的老师学生进行半点钟的演讲。工课就伫咧下晡结束。要暗仔盘车去住伫金山温泉，风水浸浸的，无虾食饱。风水浸浸的，无虾塔裤含海瓜子哦，海瓜子我会记迄是啥物虾？所以我讲即个海瓜子，嘛是一种辣类嘛，对无？相克的啊，我看我迄个台语水讲，安怎讲？当然嘛拢，即马大部分拢讲，直接拢讲海瓜子啊，无特别讲瓜子啊，海瓜子，考试就是海瓜子，海龟子，海瓜子，伊拢直接叫海瓜子啊，拢叫海瓜子。海瓜子是特殊的形象啊，可能各自想象啦。好，我哋就海龟子，然后第二天，当归人坐宜兰线到八岛，12:13按归人发车，25分就到八岛。小可算计了后，坐过到1:25，八岛发车的列车，转去到归人。观赏庆安宫的妈祖庙和仙洞窟了后，就住伫咧鸡人港边的旅社。第三天转台中，行程内底伫咧鸡人八岛往回迄座车，就特别感觉突兀，可能是突兀，安怎讲？突兀，插目还是突兀？
毋知要安怎对。薄机人，无张弛，这毋是种形容词啊。薄机人，无张弛，薄平。毋过这伊是形容词诶，按过即个真是。规人背倒往回抓车，实在是真薄机人。这是阿千的安排。讨论形庭的流传小恶例，我就问讲为啥又是背倒？迄是连台湾铁道旅行案内拢无的游览建议支线车站啊。进前去高雄时，青山小姐介意下淡水溪铁桥嘛，所以就想着讲，贵人的铁道出名景致，凡事你嘛会感觉有兴趣。哦，高雄是本岛之南，啊那贵人是本岛之北嘛，歹势爱甲你说明。是我想要看迄个出名的景致，才做安尼安排啦。哦，是讲安尼嘛无啥物无好啊。你佫真正是一个好人呢。是啊，所以咱要看啥物铁道的出名景致咧？敢若是铁桥，毋是铁桥哦，应该是讲历史。离迄届行程讨论嘛，已经经过几落工啊。一个归人车头的号车室，阮着等待宜兰支线的列车。这是阮伫咧归人的第二天，我着甲速记簿用的鉛笔和笔记簿收起来。阿先讲最近真罕你听到我的话史，讲遮附近有啥物通好食？敢若是安，确实有影是安尼是。譬如讲，下早按金山温泉转去到贵人市区的时阵，阮着量早伫咧公会堂食过道。以后我阁未想着讲要买啥物猪腰的食米。阿千就已经带我去买本岛的点心。这点心内底麻烙、米烙、绿豆西饼，拢是毋捌食到的好食米，口感和滋味拢非常特殊。互人搁较有趣味的是，本岛的寸枣和内地的花林糖，食起来差不多拢相款。这也是为啥哟？我就随甲记起来的原因。我来讲，这个台湾版优良吼，是自头到尾拢是虚拟的，拢是创造的。创造的伊就搁家己用一寡度解是啥物货安尼？伊讲日本的台湾的寸枣和日本的花林糖要共。寸枣是用糯米粉麦芽糖，甲伊敲揉的，甲切到一块安尼，然后就煎开了，再裹一寡糖霜粉。若日本的花林糖，迄个步骤嘛是相款，只是因的迄个材料是米粉、卵和迄个水鱼，应该嘛是种糖吧，和麦芽糖可能嘛共款嘛。煎起来了，共款去裹迄个糖霜粉安尼。纸笔收起来了，支线列车也拄为月台驶过来。10分钟左右的车程，过人的后一站就是八岛。千讲的出名景致是磅空和水墙。由北往南要入去磅空进前，会当看到边仔有2条水墙，按天顶墙落。袂输是2尾白灵伫咧飞，列车拄好趟过这个双梁水墙进入磅空。反倒头来讲，那如果是按八岛转来归人，安尼列车就为深无见底磅空里窜出来，就近那两条水墙就轰隆隆，袂输那破印真形，破浪前行。当然破浪，我就讲有当阵一寡字词是会使会食读，毋过总是想讲，敢有较台语气的讲法，我一定找。明治年间，铁道部伫咧磅空提出双梁2字，双梁瀑布这个名，
就出名来。伊讲这个双龙瀑布又搁号做香顶香顶瀑布，是清帝国末期到日本初期的国人北境之一。战后建设，因为战后建设连接台北和国人的台五线公路，因为这段路桥开动景观，桥梁就转互水流改道，所以双龙瀑布如今已经无得看。然后啊，这伊的度假嘛，我感觉嘛是合嘛，有一寡真正看了感觉少了别讲啊，对啦。古早清帝国时代，双龙瀑布伫咧本地已经诚久，一直到铁骑路开通，咱众人才会当轻轻松松来家观赏。开通了后有汉诗林留下一寡话句。楚泊当时人是少，埋没空山几千年，埋没空山几千年，我是互人笑想的景致啊，令人向往，令人向往，这令人向往，三个讲向往，我当作是一个瞬间的语感，拢听，大家朋友会使来，安怎讲？因为这个台湾网游乐，敢若是要有迄个啥戏出，啊，当时有戏出，我毋知，可能今年年底看卖吧，还是明年年初安尼。向往，照你读向往，因为迄个2005年12月，金马创投会有当年敢若十几个剧本的款吧，啊，其中有一个就是迄个台湾漫游录，啊，因为内底是日本时代嘛，所以就讲应该找日本人来演，啊，消息一出来了，就随人开始点名，啊，要叫谁演倒一个角色安尼。敢若迄阵，今年啊，旧年我袂记起来。刘翔志拄好拄着咧问讲，安尼戏出的表现是差不多是啥物状况？伊就讲，我伫就是该讲台语就讲台语，该讲日语就讲日语安尼，袂参像讲即个小说，真正是可怜的台湾人，拢爱用中文伫咧讲日本时代的台湾人故事，啊，戏出内底就是，安尼戏出内底可能袂出现华语啦，应该是敢若日语甲台语尔尔，所以孝顺爱慕，所以是我尔啊，互人孝顺的景致啦。从阮情感讲出安尼的话，阿千是我尔啊期待，我也无阁继续每寸做伫咧步，支线列车袂输是甲铁骑路慢慢啊行，有水枪声暗远近来，渐渐清楚。啊，千着针对窗仔外，我着咧千着咧真窗仔外的景致，即个青山前特助伫咧静啊千，所以我讲叫啥？台湾漫游录敢会使合做笔合小说啦？台语版就是教部其实有一寡迄个合作。该配做台语的日本版摇滚的款的形式，所以我就讲迄个孤独摇滚啊，所以拢参考。其实我是要无电啊，对啦，可能过来可能差不多一个段落，可能来做暂时停止一下，好啦。水枪声上大迄个瞬间，目睭里就进入崩空的黑暗当中，无边幽暗。后一个瞬间，水枪声上大迄个瞬间，就进入
黑暗中的崩空，要逆目进前，印入我目睭是阿千袂输那囡仔的同志少年，囡仔面，所以就是想起可能囡仔时代的代志的时阵，就会少，我就讲迄个啥，迄个囡仔面就走出来安尼啦，所以囡仔面，台语水讲，看有咩台语水讲，同志笑面，囡仔的灵魂啊，囡仔是囡仔话，老人外表囡仔灵魂，所以同志敢是敢会啥哩讲？我看逆目进前，印入来是阿千仔囡仔的笑面，迄是我将来眼捌看过阿千的笑面，所以讲啊，到底是要杀即个人安怎才好咧？我伫咧崩坑内底，我伫咧黑暗的崩坑内底偷窥，隧道的幽暗里探险，所以这就是迄个啥，无共的语言，伊咧用的迄个一寡语词无相款安尼。好啦，因为拄仔是一个段落啦，因为佫念落去，我惊我遮迄个啥，时间的维护是啥？我电脑嘛要落电啊。好啦，可能敢若暂时先停咧遮好啊，以后就迄，就敢若较长挂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台湾网友录，今日暂时先读到遮，感谢收听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